雍正正踢爆寶蓮寺現任方丈主持釋智慧係定位寺嘅董事之一，不過對方否認。與此同時，有錄音就聽到釋智定親口講有提供酬金俾釋智慧。我只是3000蚊，叫你打個啥？呢啲好正常啫。究竟釋智慧入定位寺做董事，同時收取酬金有乜問題呢？問題就在於定位寺係慈善團體，董事局係唔可以收取酬金。你知唔知你係定位寺嘅董事嚟㗎？而家我好耐嘅，唔係而家都係出嚟做啦。佢叫我做方丈，我都唔會做啦。釋智慧就講過冇收過定位寺嘅董事酬金，不過釋智定咧就講過。但係你加翻佢上去，佢知唔知加翻上去先？知啊，點解唔知啫？文件都給他看了。釋智定好肯定智慧咧，知道自己係定位寺嘅董事，仲話有俾錢對方。每一次都500-6千蚊，最少5000、6000。咁一個月嚟一次，梗係3000啦。佢未收過定位寺嘅錢，那咁佢冇理由話未收過我嘅錢啦，佢唔會咁講噶嘛。只是3000蚊，叫你打個啥？呢啲好正常啫，使咩要親自上寶蓮寺問佢啫？係唔係真噶？但係釋智慧就透過香港佛教聯會刊登聲明，指自己唔係董事，亦都從未收過董事酬金。事件變成羅生門，睇怕智慧都有排頭痕啦。